主持所有礼拜的听事，对一开始的敬拜，拄啊咱做伙祈祷，做伙读圣经，做伙启用，到伫拄啊献诗以及等下阁有诗献，所有一切何塞，今拢是由咱的青少年，由咱的天母台牧区来做伙何塞，特别是伫第一堂礼拜的时阵。咱较少含遮的青少年做伙参加组织，做伙礼拜，所以今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，互咱的教会为青少年到伫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通伫遮参加组织。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所有的年纪，无分大细，咱拢会当有一个共一个心意。就是咱做伙敬拜咱的上帝，做伙起造咱的教会。我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，互咱的遮的青少年朋友，咱一个普话声，互因，甲因鼓励一下。无简单，对遮的青少年，拄仔咱听因读台语，虽梦有一寡即个音怪怪，但是差不多已经99.99%啊，吼，无简单，无简单吼。因为平时伫学校拢讲华语较济，所以爱因忽然间讲台语，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。但是咱嘛看见因愿意学习，愿意参与伫活塞，会当做伙来参与伫教会无共款的事工内面，所以咱非常的欢喜。伫咱的教会中有遮的青少年，有遮的学生，做伙伫遮学习，做伙伫遮成长。也愿上帝赐福咱，互咱今仔早起时通过遮青少年的活塞，也透过今仔上帝话语，搁一摆来诚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赞，也诚做是咱教会的帮赞。伫开始分享进前，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搁来引带阮来到伫你的教会，伫遮敬拜学了你。主啊，阮今仔满心的欢喜，因为伫今仔第一堂的礼拜，有青少年、学生，甲咱的兄弟姊妹，第一堂的兄弟姊妹做伙组织敬拜学了上帝。主啊，为着遮青少年，阮献上感谢，感谢你伫因少年的时，引带因来到伫教会，通认捌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遮青少年，也透过因的活塞，透过伫教会一切的学习，来坚固因的性命，互因的性命得到成长。也求主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早起时的活塞，互所有的兄弟姊妹嘛做伙来思考，也做伙来为着遮的青少年的事工来祈祷。也愿主你的话，搁一摆诚做是阮兄弟姊妹的帮赞，将等下以下讲道分享主你的话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伫旧年有一个统计，这个统计是针对所有台湾教会的一个统计。这个统计伊统计全台湾每一届主日的时阵礼拜的人数。这个教会毋是长老会啦，就是所有台湾的基督教会，伫每一届主日的时阵，拢有44万人5727个人伫组织在参与主日礼拜，但是伫这个当中，只有53574个青少年学生参与主日礼拜。儿童主日学比青少年搁加一寡寡，大概是54293个。但是咱会当看，拄仔讲全台湾每一个主日拢大概有44万人在做主日礼拜，但是遮个儿童含青少年，一个是5万，另外一个嘛大概是5万左右。所以占的比率和其他年纪比起来，其实是较少的。而且咱爱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所有咱咧讲儿童，通常拢讲国小1年到6年，因只有6档的时间，6档的这个年纪却有54000人。但是伫青少年的时期，为国中开始，一直到伫大学毕业，至少有10档的时间。但是10档的时间的这个段落内面，却只有53000人，代表6档的主日学的比率和和青少年的这段落比起来，青少年这个段落参与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。当今日在邀请遮的青少年提摩太牧区做咧活塞的时阵，我嘛搁一摆看咱教会过去的一寡资料。咱教会伫今年，咱的教会
伫学务书嘛有甲咱讲，咱搁一届来思考，咱教会登记已经经过10年啊。但是我嘛等去编迄个资料，我发现提摩太牧区为青少年团契开始转型，变做是牧区开始有小组，嘛是2014年的时阵，所以提摩太牧区到即马嘛已经过10档啊。代表当时10档前开始参与伫提摩太牧区，伊可能原本是一个国中1年级的学生，但是即马伊已经要大学毕业，要进入到伫社会开始工作啊。所以对学生来讲，其实时间过了足紧的，一档一档在过，可能拄啊入来读国中尔，但是随过无几档就要读高中啊，读高中过无偌久，就随要读大学啊。过4档了后，就可能爱进入社会开始工作。所以对人来讲，这个青少年的工作，对这青少年的性命，咱真正爱好好甲把握。有机会就互因通了解，来到伫教会，来到伫这个信仰的群体，对因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帮助？对因的性命有啥物款会当互因成长？是伫外口的学校、外口的社会是无法度通学习的，互因伫这个非常重要成长的阶段内面，互因的性命真正得到真实的帮助。所以这是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共同会当做伙来思考，而且是共同会当来参与的。第一档的兄弟姊妹，我想大部分有人你已经开始有孙啊，你已经不只是后一代啊，已经是后一代啊。当咱开始看到咱的后一代，开始咱咧开始照顾咱后一代的时阵，有一天伊嘛会慢慢渐渐大汉，因可能毋单是婴仔尔，毋是囡仔尔，有一天伊嘛会到一青少年的年纪。所以，伫这个成长的过程，伫这个囡仔慢慢成长的过程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，毋是只有教会咱看到这个青少年有责任，咱对咱家己家庭内面。咱厝内遮个囡仔，咱共款拢嘛有责任。咱要安怎将咱好的信仰，咱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来传承互因，互因通了解，这是一个非常好、非常水的代志。所以今透过今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经文，好嘛，互咱各做伙来思考，安怎为咱这代咱所领受到美好信仰的这个美好的信仰，以及咱伫这个信仰内面所领受到水的见证，安怎来传互后一代，来分享互后一代。今日经文咱看到提摩太是使徒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。圣经描述伊是非常年轻，伊就开始参与伫保罗的宣教的团队。伫犹太人的规定，一定爱29岁，才会当正做是一个教师，也是正做一个管理会堂的人。但是提摩太根据教会的传统，因的研究认为提摩太可能只有24岁、25岁，伊就正做是一间教会的管理者。对当时来讲是无可能的，因为当时至少29岁以上。所以保罗非常看重提摩太所做的一切，伊认为提摩太正做是伊真好的一个帮助，真好的助手。因为提摩太伊伫伊的品格、伫伊的信仰所反映的，受到侪人的恶乐，所以保罗就大大来使用伊。伫这段经文，保罗伊写互提摩太这张批，伊甲提摩太过一届甲伊鼓励，伊看伊亲像是伊家己亲生的囝共款，甲伊鼓励，甲伊安慰，然后爱坚固伊的信心，互伊继续会当承接这个福音的工作。但是咱在台经嘛看到，保罗不只鼓励伊，伊嘛讲到为虾米提摩太有遮好的信仰的品格，为虾米伊伫当时还未到的年纪，伊就会当开始管理教会，会当开始参与伫服侍，因为伊讲到伊的伊的阿嬷罗伊，以及甲伊的老母，伫伊的生命内面做了非常水的生命的见证，互提摩太通伫伊年轻的年纪，就通了解啥物是伊人生爱追求的道路，啥物是伊人生上重要的代志。但是继续讲进前，咱爱先来思考，伫这个时代，咱拄着侪的困境。第一个是拄着外在环境的改变。咱在即摆的时代愈来愈紧，即摆的时代所有的物件拢愈来愈紧。有时阵咱拢对袂着新的物件。对即摆的时代来讲，外在环境是不断的改变。
毋那是遮网络的物件不断在改变，这个世界嘛不断在改变，也爱重新适应，爱重新去看这个社会带互因可能有的期待，也是这个社会所带出来的价值，因爱去选择伫这个无共款、不断改变外在环境中间，爱去找一个新的方向。另外，嘛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，就是内心挑战的适应。伫遮个成长的过程，特别是青少年的时期，拢会拄着内心非常大的适应。为一个囡仔开始要到伫大人，开始会问我是啥，开始会问我要安怎入到我家己，开始会想我应该爱安怎做才对。毋是亲像以前囡仔只要听爸母讲啥，我就做啥。即摆爱开始想我要做啥物代志，啥物是我所介意的，啥物是我要去做的。开始不只是外在环境大的改变，伫因的内心嘛爱重新去适应因伫大汉伫成长的过程。伫这个成长的过程，伫面对这个困境的内面，我想教会和家庭要爱做一个生命的园仔。教会和咱的家庭爱做是亲像一个栽种水果的园仔，咱爱做伙种落迄个望的种子，就是遮个青少年的生命，就是遮个青少年的生命，然后是爱结出果子，互上帝欢喜。我想上重要的，当遮个青少年在找找因家己的时阵，无论伫因的信仰，无论伫因的人际的关系，伫因的未来的方向，伫任何的代志，我想上重要的，教会甲咱的家庭，拢爱真做是亲像一个园仔共款，慢慢甲因栽培，慢慢甲伊培养。然后结出迄个水的果子，互上帝得到欢喜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来讲，伊讲：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产园，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咱拢做是上帝的同工，咱做伙同心起造，毋那是起造教会，咱嘛起造遮个青少年，栽种遮个青少年，然后咱做伙修成，互上帝欢喜。所以，咱来做伙看保罗安怎帮助这个年轻的提摩太。咱做伙来看保罗安怎来帮助这个年轻的提摩太，嘛真做是互咱一个新的学习。咱嘛做伙来学习安怎来帮助咱厝内的青少年，咱帮助咱所认捌咱四周围遮的囝儿是谁。第一个，经文互咱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第一项代志，伊对伊不断的鼓励，然后伊甲提醒。保罗对提摩太不断甲伊鼓励，但是嘛不断甲伊提醒。拄我所看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：我写批互我所疼的囝提摩太，愿父上帝甲咱主基督耶稣赐你稳定、灵敏甲平安。第6节保罗嘛安尼甲提摩太讲：因为安尼我提醒你，我甲你按手的时，上帝互你的温顺，就互伊亲像火锅倒起来。当保罗写批互提摩太的时阵，保罗伊是坐监，伊无法度自由到伫提摩太边啊。当伊听到提摩太伫迄间教会有拄着一寡困难的时阵，伊写批鼓励提摩太，伊写批提醒提摩太应该安怎做，不断甲伊鼓励，甲讲上帝恩典是甲你伫地，上帝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你心中的迄个火搁一摆倒起来，你心中迄个热情爱倒起来。咱在伫青少年的过程，常常会拄着一寡挑战，拄着一寡困难，然后就会想我哪会遮个代志拢做无好？遮个代志为什么别人会当做会到？为什么我无法度做到？为什么伊会当伊会有这种的温顺，我哪会无？常常会想别人可能比我较好。但是咱学习这样代志，不断甲因鼓励，不断甲因提醒。我想每一个青少年，上帝互咱每一个细囝，拢有上帝互因特别的温顺。我想上帝将这个细囝放伫咱的教会，放伫咱的家庭，拢有伊特别的温顺，拢有特别的才能。咱来帮助因将上帝互因的这个礼物来发展出来。我想每一个囡仔，每一个青少年，因拢是无共款的人，但上帝伫这个无共款内面，嘛拢互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温顺。嘛拢互每一人有特别的才能，咱爱做的就是不断甲因鼓励，不断甲因提醒，也不断甲因支持，互上帝互每一个无共的青少年，因特别的温顺，互因来发展出来，互因通做
上帝所喜爱，行伫上帝所安排的道路内面。非常出名的一个画家叫毕卡索，咱若看过伊的画，你就了解，伊的画真正是看无。伊的画家非常的特别，真正是看无。但是，这个画家毕卡索，伊在回想伊的老母甲伊讲的话，伊讲伊的老母常常咧甲伊讲，你若是以后要成做一个军人，你会成做是一个非常好的将军。但是你若以后要去修道院，你以后会成做一个主教。但是毕卡索讲，但是我即马是一个画家，我是一个画图的，所以我成做是毕卡索。这个话非常的鼓励着毕卡索，嘛，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。当伊老母讲，你若是要成做一个军人，你若是要去你做兵，因老母甲伊鼓励讲，你会成做是一个将军。因老母也讲，你若是要去修道院，因老母甲伊鼓励讲，你会成做是一个主教。但是这个过程，伊成做是一个画图的，因老母嘛不断甲鼓励，所以就成做是毕卡索，成做是世界出名、人拢熟悉的一个人。当咱看见伫遮的青少年，看见伫咱厝内遮的细囝，咱不断甲因鼓励，互因看见上帝的心意是啥物。但是咱嘛爱不断甲伊提醒，虽然咱鼓励，咱嘛袂当鼓励因做无好的代志。咱嘛伫这个过程不断甲因提醒，不断甲因修正，互因通了解啥物是上帝所喜爱的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保罗安怎来帮助提摩太？第一项代志，伊所做的是完全交托以及祈祷。保罗伫这第一项代志完全的交托，伊嘛为着提摩太来祈祷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，伊讲：我感谢我甲列祖共款用清气的良心敬拜上帝。我每日祈祷的时，就少念你无煞。咱看见保罗，虽然拄仔讲伊坐甲无法度通非常的自由，无法度见到提摩太，但是唯一做一项代志是啥？为着伊祈祷。为着伊祈祷，咱敢有为着咱的教会青少年来祈祷？咱敢有为着咱厝内的细囝，为着咱厝内的青少年为因来祈祷？咱敢有将因交托伫主的手中？咱敢有将因放伫主的手中，互主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？保罗讲，伊为着提摩太不断的祈祷，将伊交托伫上帝，互上帝来引带伊的道路。但是咱了解，这些青少年、这些细囝，拢是对上帝来的，上帝赏赐互咱的，互咱托付互咱来管理，互咱来教导因。但是非常重要的，毋是照着咱家己的心意，毋是照着咱家己的想象来改变因，毋是照着咱的期待去改变因。上帝将这些细囝、将这些青少年交代互咱，但是毋是照着咱的心意。毋是照着咱家己的想象去改变伊，为因来祈祷，交托互上帝，互上帝来带领因人生的道路。所以伫诗篇127篇第3节到第5节，诗人安尼讲：囝儿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，婴仔是因的报赏，少年时生的囝儿，亲像勇士手中的钱。虽然看见这一切拢是上帝赏赐的，但是伫这个过程，咱敢有将上帝赏赐咱的，有望交托伫上帝的手中？毋是照咱的心意，毋是照咱所想象的。有时阵咱可能会期待咱的细囝、咱的青少年，因大汉爱做啥物工作，要读啥物学校，一定爱做啥物物件，才有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，才有符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伫这个过程，爱咱了解上帝互咱，虽然互咱教导、互咱管理，但是毋是用咱的心意、用咱的想象，是将因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为因祈祷，求上帝开路。第三项代志，保罗安怎帮助提摩太？伊搁一摆回去思考，伊所传承的信仰甲品格是对来。保罗安怎帮助提摩太？回去思考。伊这品格，伊的信仰是对来。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，伊讲：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良心，这个信心，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幼年期先有，我相信即马你嘛有。咱拄仔讲着
伫提摩太的年纪其实无法度通服侍，伊是袂当服侍的，还袂到着犹太人规定的年纪。但是，咱看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1节到第2节，保罗到伫提摩太的所在，经文安尼描写，伊讲遐的众人拢称赞提摩太，拢学了提摩太，伊的服侍做了非常好。学了提摩太，伊伫遐所表现出来信仰的品格是非常纯真，非常互人欣赏的。但是为什么是安尼？为什么伊的性命会当会当纯真，会当互人看到欣赏？伊的外貌叫罗伊，罗伊原本的意思是互人得到欢喜，互人的心得到欢喜，代表伊的性命是一生拢要互上主来欢喜，伊一生拢要因为伊的行为，伊所做的，互上主感觉欢喜。伊的老母叫尤尼基，伊的名的意思叫做美好的胜利。美好的德性。尤尼基虽然嫁予一个外邦人，嫁予一个希腊人，毋是犹太人，但是伊犹原影响伊的囝，影响提摩太的一生，将迄个美好的信仰，将迄个美好的传承继续传予伊。然后咱看提摩太的名叫啥物？伊的名叫做敬畏上主，叫做敬畏上帝。所以你看，因为外妈到伫伊的老母。到伫提摩太，因的名不断地反映，是一个信仰的传承，是一个信仰品格的一个延续。因的阿嬷是要互上帝欢喜的，要伊所做的一切要互上帝欢喜。伊的老母一生要为着上帝做一个美好的德性、美好的胜利。然后因的后生的名叫做提摩太，提摩太的名伊就是一生拢爱敬拜上帝、敬畏上主。然后经文嘛讲到伊的外妈、伊的老母有一个纯真的信心，有一个纯真的信心。纯真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毋是假的，毋是假的，代表因完全单纯相信上帝的作为，因的心非常的单纯，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提摩太伫这款家庭。伫这个所在慢慢渐渐大汉，当伊年轻的时阵，受到人欣赏。重要毋是因为伊所做的一切，重要是人看见伊信仰所反映出来水的品格。伫英国有一个教育学家叫史宾塞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咱一生所做的一切，咱一生所做的一切，可能咱嘛袂累积太多的财产，咱可能一生所做的一切。可能嘛无法度有非常大的名声，但是每一个父母、每一个家庭的领袖，咱拢通过生活累积一寡非常好的经验甲品格，将这互咱的囡仔，将这互咱的青少年，因会用因的新的生命去放大、发出光。上重要毋是咱伫咱一生打拼，累积偌济财产。毋是伫咱的一生，咱有偌好的名声，佫较重要的，像即个教育学家伊讲的，咱一生所累积所有的经验，特别是咱伫信仰内面所见证一切，咱所领受的一切，咱敢有将这个传互咱的囡仔？敢有分享互咱的囡仔？咱敢有互因领受了后，互因的生命继续放大这个代志，互因的生命真正是真做是。一个光，所以伫历代志上卷，大卫王伊嘛安尼甲所罗门，伊的囝所罗门讲：我的囝，你着认捌你老爸的上帝，专心欢喜服侍伊，因为上主监察逐一人一心，知因的心思意念。你若追求伊。伊就会互你找到，你若放杀伊，伊就会永远放杀你。所以大卫甲伊的后生所罗门，嘛搁一摆甲鼓励，嘛搁一摆甲这个水的信仰甲伊讲：你得爱认捌你老爸的上帝，你得爱跟对你老爸的上帝，全心全意来服侍伊。所以保罗安尼甲提摩太帮赞，互伊通了解，甲伊鼓励。甲伊提醒，将伊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不断为伊代祷，
更较重要的，传承这个水的信仰的品格，传承这个水的信仰的见证，互提摩太继续通延续。但是，虽然咱看见伫遮保罗不断地甲提摩太所讲的，不断地甲提摩太所鼓励甲祝福的，但是咱嘛爱想，当咱学习，当咱了解遮个代志，咱会当安怎带互后一代祝福呢？伫即个过程，咱拄仔所讲的，咱嘛可能想，有遮尔简单，青少的问题非常多呢。青少伫成长的过程，有侪无共款的挑战呢。爱将一个青少年，互伊真正做是一个成熟的大人，真正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呢。但是伫即个过程，咱安怎会当互后一代祝福呢？咱安怎会当安怎来帮衬呢？伫这个时阵，牧师要暂停一下，牧师要先邀请一个提摩太牧区的学生，伊要来分享伊生命真实的一个故事。咱透过伊的故事，咱来想，咱嘛做伙来思考，安怎伫即个青少年的时期所拄着的困难挑战，会当安怎来克服，然后带互伊生命的祝福。咱做伙拍拍来邀请咱的谢颖璇同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是提摩太牧区的谢颖璇同学。今天我要来做的见证是我们提摩太牧区去口皮教会的夏令营服事。在今年的7月11号到7月14号，我们提摩太牧区有一些人一起到台南新化的口皮教会服事。然后呢，我们在7月10号，就是礼拜3的中午，就准备要开车去那边住了。然后在出发之前，牧师就把我们全部人召集起来，很认真的跟我们说，去那边那里是比较小的教会，所以不要对那边的设施有什么苛求。然后看到那边的长辈，记得一定要问好，毕竟是代表富强教会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赶在服事的时候拿出手机，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叫计程车把我们送回台南市。好，所以呢，不过我都没有在听啊，所以我就抱着去玩乐的心情出发。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去夏令营服事，而且还是当队辅。然后我们到了口皮教会以后，跟那边的同工简单的认识了一下，就开始了准备工作。我们到那边搬椅子，然后布置环境，还有打扫环境。不过那边的长辈一看到我们，就一直说：“哎，那个山上的小孩很野哦，你们真的跟地上的小孩不一样，要有心理准备。”反正就是看到我们就一直讲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他们这样真的是很歧视啊！就是谁说山上的人就一定很野？所以呢，我在拖完礼拜堂以后，我就很开心的躺在地上打滚，然后跟旁边的同学说：“哎，如果他们很野的话，我们比他们更野就好了啊！”我敢徒手抓蟑螂，然后上课的时候还会脱鞋子丢到讲台上，我比他们更野吧。然后所以呢，我就是那么的无知。然后呢，如果有看过恐怖电影的话，大概就知道这种无知的主角等一下就要完蛋。然后终于到了隔天礼拜4，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，因为那边的床真的很难睡。然后呢，我就无所事事的开始在那边化妆，要弄了大概1个小时。好，然后呢，8点一到，我就怀着满心的欢喜走进了礼拜堂，准备做事前的祷告。所有的同工围在一起，坐在地上。结果呢，表定是小孩8点半再到就好，结果不到8点，一坨一坨的小孩就被福音车送了过来。然后他们大部分虽然很小，可是都有手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没有手机的就在礼拜堂那边地上那边爬，在那边骑在别人的身上，反正就很吵就对。然后我们完全就是师母在祷告，我完全听不到她在讲什么。不过我的耐心还没有被消磨殆尽，毕竟我那天心情很好。可是随着一个早上，我终于见识到那边小孩的恐怖了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有几个小孩子在我身上爬，然后另外一组有一个妹妹一直抓着我头发，说要帮我绑头发，疯狂的拉。然后他们就各种不配合，然后在地上打滚，在那边哭。所以我的耐心在吃午餐之前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终于爆发了，在吃午餐之前，我们在排队。结果我们这组有一个弟弟，他小3升小4，他就突然跑来问我说：“哎，
你知道 IQ 是什么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我知道啊，是智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你没有，哈哈哈哈。对，我被他呛没有智商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呢，我有点错愕，不过想了5秒钟以后，我就心想，哇哩嘞，生来给你骂的，而且你年纪比我小就敢呛我。然后呢，我的火大概已经烧到这边了，我超生气的。所以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一个人躲起来，然后一边碎碎念一边吃，然后把旁边的张雨乔同学呛过来，跟他抱怨了大概10分钟。他一直劝我要冷静，不要跟弟弟计较，毕竟他才国小3年级而已。啊，不过我可是没有这种雅量的啦，我超生气的。所以吃完饭以后，他们所有的小孩都在礼拜堂休息，我就直接冲去找那个弟弟，然后手抱胸的大概骂了5分钟。我记得我应该是有骂他说什么，你觉得你这样很好笑吗？然后还有说什么你这样很没教养，很像没有父母的小孩。然后那个弟弟他本来还在笑，然后一直强辩说啊我没有呛你啊，结果笑着笑着就开始哭了。然后他哭得撕心裂肺，哭到整个礼拜堂都知道他在哭，他疯狂的尖叫，然后我直接吓死。不过我第一个想法是，瑞平牧师长得很高，他应该很会打架。如果那个弟弟的爸爸明天跑来打我的话，瑞平牧师应该会站出来帮我。哦，不过回到当时，其实我真的吓傻了。那个弟弟真的是哭到撕心裂肺，然后呢，一堆人都跑来关心，然后问我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。最后那个弟弟就被他的邻居带出去冷静了，然后就轮到我。然后我就一个人趴在椅子上，我也开始哭了。然后我就被旁边的人笑说：“啊，不是你骂那个弟弟吗？怎么连你也在哭？”然后后来终于就是有大人就出去叫我们2个互相道歉，啊，我们意义上就和好了。啊，不过我还是没有原谅他啦。可是到了那天晚上，夏令营有一个例行的检讨会，然后一堆大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就跑来问我说详细的情况是怎样。不过他们在听完我讲完以后，他们没有骂我，而是跟我说：“你做得很好。那个弟弟本来就有严重的情绪障碍，你这样骂回去是对的。”然后，可是，在开检讨会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那些会参加夏令营的孩子，大部分都是因为家庭出状况，或者是有一些问题，所以被送去安置机构，所以才会一批一批的被福音车带过来。然后，包含那个弟弟也是。他从小家里就很有问题，所以也是被安排到安置机构住。这时我马上就后悔，我骂他是没有父母生养的小孩了，因为我可能这样真的戳中了他的痛处。我不应该把平常人的标准放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毕竟大家的成长背景都不同。此时我的心中有着一堆奇奇怪怪的情绪，什么后悔呀、生气呀、难过啊，什么都聚集在一起。这时我就跑去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如果我现在玩手机，你会不会把我送回台南啊？”他就笑着跟我说：“啊哈，不会。”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倒数，还有几个小时，72小时，大概还有80个小时才可以回家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疯狂的倒数，然后也没有心情开什么检讨会议了，一直坐在那边发呆。然后这时那个杨乐多一个男的还跑来跟我说：“你不是骂那个弟弟吗？他明天不会来了啦，都是你害的。”好，到了隔天的8点，我垂头丧气的走进去，就像走进教室一样，走进礼拜堂。结果我竟然发现那个弟弟又开心的在地上打滚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接着到了上课的时间，他也想要跑来找我攀谈。这时呢，我逐渐打开我的心房，想要跟他和好。我想了，这时候才真的原谅他了。可是那个弟弟很值得我学习的是，他好像从来不会记仇，昨天的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如果小时候的我被一个奇怪的姐姐骂，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理他了。可是他跟我不同，他有很宽宏大量的原谅我的奇怪的行为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小时候主日学的老师无条件的爱我们，然后到了提摩太，还有一些成年人也是很认真的照顾着我们，在我们需要帮助或者是想要偷懒时，他们永远站在那边扶持着我们。我想他们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一样来爱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也要用他们对我的爱去爱服事中的每一个人，然后更要爱生活中的每一个人。我的见证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
咱发现青少年都讲话较直接吼，但是咱得爱较惯习即件代志吼，就青少年的语言，但是咱看见伫咱青少年的生命，确实透过教会服侍，透过伫侪因实际参与，会拄着侪困难，会拄着侪挑战，家己的问题，其他人的问题，但是即个过程伊嘛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。虽讲伊伫即个过程，伊有经历着伊家己的失望，经历着家己情绪无好的时阵，但是最后学习着用耶稣基督的疼去疼无共款的人，用耶稣基督的疼去帮助无共款的人。我想，这互咱有一个真好的思考嘛，互咱真好的鼓励。当咱愿意放手，也互成全，互遮个囡仔愿意互因去做，互因会当去有服侍的机会，相信你的生命会慢慢成长，生命会慢慢来改变。虽讲这个过程毋知要经过偌久，但是相信伫上帝带领，伫上帝引带，互因的生命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。所以，亲像保罗不断地提醒、不断鼓励提摩太一样，互伊渐渐大汉，互伊渐渐来成熟。所以，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会当带互后一代的祝福是啥？天主教的主教方济各，伊伫天主教所定的青年节，伊发表一个公开的一个演讲，其中伊讲到一项代志，伊讲一个青少年若是跋倒，某一种程度是全人类的跋倒，但是一个青少年爬起来，当一个青少年为跋倒的所在，搁一摆爬起来的时阵，就亲像规个世界就做伙徛起来一样。伊讲，亲爱的青少年，遐尼大的一个潜力，就伫恁的手中。所以，咱敢有来祝福，敢有来成全咱后一代的青少年。虽讲因可能会跋倒，可能会做咱感觉为啥伊安尼做，但是咱敢有搁一摆将因扶起来？咱敢有搁一摆继续成全，互因继续伫教会、伫咱的家庭、伫因的学校、伫任何的所在，互因继续行落去，互因继续做落去。保罗先生伫刷来经文提摩太第1章第7节最后伊讲。因为上帝予咱的毋是惊骇心灵，是快乐、仁爱以及自制的心灵。保罗予咱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伊讲毋是一个惊吓的心，予咱是有快乐、有仁爱，而且是有自制的心灵。所以，当咱愿意帮助这个青少年、鼓励这个青少年，我相信会带予因对上帝遐来的勇气甲快乐。这项代志，我相信会带予这个青少年对上帝来的勇气甲快乐，互因去会当面对伫这个不断变动变化的时代，这个社会所带来一切挑战，互因有勇气，互因有快乐，通知安怎去面对因所面对的困难甲挑战。第一项代志，当咱愿意祝福成全这个青少年嘛，互因会当了解什么是对上帝遐来的疼心以及怜悯，互因通了解什么是上帝的疼，透过咱所疼的。透过咱所鼓励因的，互因嘛了解哇，原来这个长辈，原来这个人安尼甲我讲，是因为伊有上帝的疼，所以甲我鼓励，甲我成全，互因通了解有上帝来的疼痛，以及上帝来的怜悯。第三件代志嘛，互因通了解对上帝完全的忠心，对上帝完全的倚靠。保罗拄仔讲的最后一项代志叫做自制。伫这个特别是伫青少年的时期、青少年的时代，有侪有益的代志。有侪会互因无法度专心的代志，但是咱敢有互因选择了解什么是因伫这个生命中间上爱重视的代志？虽讲这个世界有侪好的物件，有侪看起来真水的物件，但是什么是因爱选择的？咱敢有互因选择到？敢有行伫迄个上帝爱因行的道路？敢有互因对上帝有完全的忠心？并且互因有对上帝完全的倚靠。我相信，当咱愿意帮助这个青少年，毋论是咱教会的青少年，还是咱厝内的青少年，咱拢会当带出这款的祝福，互因通了解什么是上帝带予因的快乐，什么是上帝带予因的勇气，什么是上帝的疼痛，什么是上帝的怜悯。更较重要，帮助因一生行伫上帝的道路，了解上帝的忠心，互因对上帝忠心，互因对上帝全然的倚靠。所以保罗嘛安尼讲，毋通因为你的少年，互人看轻，就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疼心、信心、纯洁，拢做信徒的模范。
保罗讲，唔通互你唔通因为别人看你是少年，你着爱伫你所讲的、你所做的、你的疼心、你的信心、你的纯洁，爱做正人的模样。所以当咱愿意安尼做，我相信，咱的青少年，咱这学生会得到这款的祝福，然后因的性命嘛会回应上帝这份恩典，然后继续用因的性命去影响因的后一代。所以，虽然囝是青年，事工主任，焦点毋是伫遮的青少年，是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咱的教会内面，互咱学习伫这个对这代到伫后一代，咱每一代拢有共款的一个信念，就是安怎做伙认捌上帝，咱拢爱做伙来爱咱的上帝，热情来听咱的上帝，然后服侍上帝。这是三项非常重要的代志，互咱的教会做伙有共款的信念，共款通了解，咱来继续搁较深来认捌上帝，来非常热情来听咱的上帝，然后来服侍上帝。所以为着要互咱有搁较投入的服侍，咱就应该爱非常热情来服侍咱的上帝。为着要有正确的热情，咱就爱搁较认捌。什么是咱所热情的？为着要搁较充足的认捌，咱就必须爱服侍咱认捌的迄一位。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，当咱继续伫这个代志不断的学习的时阵，我相信不只是咱这一代做伙的成长，咱的后一代、咱的青少年，甚至是咱的儿童，拢会做伙来成长。为咱教会这代到伫后一代，拢要做伙互上帝来起造。互咱伫服侍的过程，来继续搁较深听咱的上帝。伫咱听上帝的过程，咱嘛搁较深来认捌上帝。伫咱认捌上帝的过程，咱嘛透过咱的服侍来认捌伊。不断伫这个过程中，咱起造咱的性命，咱嘛用安尼来影响、来祝福咱的后一代，祝福咱的青少年。愿上帝赐福咱的教会，赐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你的厝内面有青少年、有儿童的，透过咱的性命，甲因鼓励、甲因祝福、甲因祈祷，互因勇壮起来，咱做起造咱的后一代。毋但是只有停留伫咱这代的丰盛，是后一代咱嘛要看见上帝的复兴，搁一摆要临到。伫咱要唱回应的诗歌，要公道进前，最后咱来看一个影片，咱来做伙看。咱的青少年，咱的提摩太牧区，伫因所做的服侍，伫因所参与的聚会，因到底在做啥物？咱做来看一个短影片，然后咱来唱一个回应的诗歌，咱做伙来讲道。